南科特電區是目前帶動大台南產業發展的重要引擎，除了周邊北外環等重大的交通建設，市府交通局為了改善進入南科園區，包括新港社大道、台19甲加西拉雅大道等重要通勤路口的塞車問題，這一兩冬持續將人工智慧的影像辨識技術嘛擴大運用佇遮。在和市府都要向市民發表尖峰時刻，會當節省旅行時間達到16%等成果，嘛宣布正式啟動使用。像年節假日的時候，高速公路要使用這個號誌儀控使用高承載，這同樣的道理，我們進出南科的時候，也透過號誌的這個秒數，用 AI 來精確的計算之後，能夠使用。在反映在儀控的秒數上面，號誌的秒數上面，能夠讓這個交通變得更舒暢。事實上，從結果也驗證了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策略，事實上有效的節省了通勤時間，提升了運輸效能。記者會中嘛，點現南科園區周邊2.5公里設立14座 AI 偵測設備，所管控7處有智慧銜接路口，透過第一時間動態畫面來判斷車輛燈的秒數，到需要調整，以維持車流的順暢。嘛，和市長佇這個平台共同見證，落實電市為市民打造智慧通勤的承諾，同時嘛降低平均路口10.9%的空氣污染，成為推動飲食環境真實際幫助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